自殺嘅人上唔到天堂，自殺者會落地獄，自殺嘅人會不斷重複自殺嘅情景。呢啲講法究竟係咪真？自殺之後仲要承受咁樣嘅折磨，點解有咁多人會咁講？2012年，大師接到一通電話，得知好友阿輝喺大角咀某棟樓嘅走廊外跳樓自殺。大師悲痛不已。阿輝係佢從幼稚園就結識嘅摯友，兩人一齊長大，工作無話不談。年輕時佢哋曾一齊追求過唔少女仔，後來各自成家。聯繫雖然冇以前咁頻繁，但每隔半年總會見一次，關係依然緊密。大師點都冇諗過會突然收到佢嘅死訊。大師如期參加咗阿輝嘅葬禮，葬禮上破地獄、念經、化寶等儀式一應俱全，但係大師心中始終不安，因為佢感受唔到摯友嘅靈魂。大約2個月後，阿輝嘅太太打電話嚟，話佢俾房東要求搬離。原來自從阿輝喺走廊外自殺之後，嗰度便頻頻發生靈異事件。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係，阿輝嘅亡魂時常喺走廊徘徊，好多住戶都親眼目睹，嚇到紛紛搬走。阿輝嘅太太話，大樓管理方已經請嚟佛教、道教等唔同教派嘅法師做法事，每次法師都話已經將亡魂請走，叫大家放心。但冇幾耐之後，鄰居們又見到阿輝嘅身影。接到電話之後，大師心中充滿疑惑，因為阿輝生前係個和善嘅人，如果唔係患上精神病，絕不會走上絕路。於是大師決定親自前往阿輝自殺嘅地點一探究竟。大師嚟到阿輝跳樓嘅地方，嘗試召喚佢嘅靈魂，但5、6次都未能夠成功。望到周圍惡劣嘅環境，大師心中一陣酸楚。阿輝竟然喺咁樣嘅地方結束咗自己嘅生命。跟住大師走上阿輝跳樓嘅走廊，嗰時已經係夜晚10點，舊樓嘅燈光昏暗，空氣中充滿垃圾嘅腐臭味。大師感受到四周能量混濁，污氣凝聚成黑霧，視線亦都因此變得模糊。佢再次嘗試召喚阿輝嘅靈魂，依然無果。快到11點嘅時候，腐臭味越發濃烈，天花板上嘅燈管開始閃爍。大師心諗，或者阿輝即將出現，然而最終咩嘢都冇發生。大師感嘆，連佢同阿輝咁深厚嘅友誼都難以聯繫上，一般嘅法師又點能夠輕易做到？3個月後嘅一日，大師喺修煉時，忽然聞到一陣淡淡嘅檀香味。佢發現自己置身於一條昏暗嘅走廊，睇到阿輝面無表情咁坐喺圍欄上，仿佛隨時會墮下。大師心中激動，因為佢終於見到未能見最後一面嘅摯友。千言萬語湧上心頭，第一句說話就係：兄弟，對唔住，我冇幫到你。大師深感內疚，佢經常幫助陌生人，卻未能夠察覺身邊多年好友嘅痛苦。過去，阿輝喺經濟上有困難嘅時候，大師總會伸出援手，而阿輝亦都從不拖欠，信守承諾。大師一直覺得阿輝冇乜異常，直到阿輝嘅太太話俾佢知，阿輝患病期間刻意疏遠大師，以免俾佢發現自己嘅病情。朋友嘅溫柔令到大師更加自責。兄弟，對唔住。大師再次道歉，然而阿輝依舊面無表情，仿佛聽唔到任何聲音。大師靠近之後，先至發現阿輝嘅靈魂並唔完整，只係碎片，正如道家所講嘅魂魄唔齊。大師嘗試召喚阿輝嘅靈魂碎片，卻始終無果。佢推測阿輝喺墮樓前已經神志不清，迷迷糊糊中做出咗跳樓嘅決定，因此死後仍然對發生嘅一切渾然不知。嗰夜，大師只能夠盡力喚醒阿輝嘅意識，兩人好似兒時喺公園閒聊一樣，雖然冇對話，卻有一種無聲嘅默契。自嗰次見面之後，大師每當聞到檀香味，就知道阿輝嚟咗。嚟緊嘅9個月，阿輝幾乎每個月都會同大師見面。每次相見，阿輝都面無表情，沉默不語，但場景卻不斷變化。有時喺小學，有時喺地鐵車廂，都係佢哋曾經共同經歷嘅片段。直到有一次，場景嚟到長洲，陽光明媚，溫暖宜人。大師提起當年喺長洲一齊追女仔嘅往事。衰仔，當年全部女仔都俾你溝晒啦！阿輝嘅聲音突然響起，佢終於開口啦。喺呢9個月，大師無數次同佢交談，有責罵，
有哀求，有勸勉，阿輝都未曾回應。而呢一次，佢終於講嘢啦。大師仲未嚟得切回應，阿輝便露出燦爛嘅笑容，話：多謝你，我冇事啦，要走啦。阿輝慢慢走向天空中射下嘅一道光，漸漸消失。大師心中有千言萬語，卻明白兄弟之情無需多言。兄弟，下世再見。